修行境界阿僧祇，成等正觉正菩提，佛号不明同为一，欢喜踊跃从昨起，头面立足会无知，自为灭度乐消之，身愧忏罪，说譬喻。潦倒贫苦人，挣扎为求生，流连街巷为活命，可怜无处遮。既有一亲友，高官富贵身，热情招待被宴饮，品着乐欢喜。罪名定，身之魂，今有尽还无动静。因冲功须自省，见其汗水心不忍。仓促中妙计生，无家宝珠一粒风。待酒醒见宝珠，便可还千转命运。凭这个日行，须向他国行，愚痴怒钝不知情，一理有其真。重回穷困中，其实受贫身，得少为足受艰辛，亲友心真静。再重逢往事尘，宝珠藏匿惊奇，家无穷，超凡贫，善用此诸无不能，凭着心善自身，寻得宝珠显光明，人众生愿竭诚，从此即